世界万行内，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袁平神。在这捷运站会发生了人生足多代志，但是这就有一个大代志。什么叫做大代志？有一本杂志就叫做《代志》杂志。这是个特殊的杂志，而且结合了社会弱势，也是编辑的这个内容嘛，真精彩。而且佫互因挂货会当来卖杂志来维生，这是安怎运作？这种构想又是安怎？今日咱来找因的头人，甲其他咧贩售这款杂志的人来看因安怎生存。后来哦，出大代志咯！嘿，今仔找到出大代志的，这个创办人啊，李初中。哎，对，初中。我先真好奇一项代志，因为人生是无钱是万万不能。对。这嘛是为着讲要维持这个不管是弱势还是生活有困难的。对。可能是朋友还是其他。对。有想要来做这项代志的人。对。但是恁安怎来分配恁的利润？一本是卖偌济，互大家来了解者。像大志杂志这个，阮是叫接报。全世界其实有100几间拢是咧做这个代志。哦，全世界100几间啊？对。伊是透过一个杂志的定期发刊，变成一个工作机会。我们知道，其实一般的有家者其实是也要找工课，因为伊住的所在无稳定，所以要找一个正常的工课是足困难的。所以伊透过卖杂志的方式，而且杂志是定期发刊，所以介意的读者，伊讲这个月买到，后个月可能佫会继续买，伊的收入会较稳定。卖转去啦。对。伊是用批货，用批挂货，用挂货。阮较早一本是100块。我迄阵是买100块。对。即卖咧？即卖是起价变150，因为运费抓钱对，15年15年啊，对。150块。对。伊来挂几块？75块。这一半。所以伊的方式就足单纯，来买的读者伊就知影讲，我买你一本杂志150块，你赚75块杂志社赚75块，我会当去做杂志贩售员规工而且买一本赚你75块，我感觉嘛是足合理。若卖完呢？卖完呢，因为阮逐期拢会出新的杂志，伊会当用旧的换新的。旧的换新的，伊也感觉讲伊以后有其他的工课。其实伊也无去继续卖，伊手内有剩偌济，我嘛是也买到。对，无爱互因有感觉讲这个工作有压力有负担嘛，是无法度做。无愿意做。对。若是头一个无本钱的人要安怎？无本钱的人，其实阮有一个实习实习进前呢，阮会先互伊10本的杂志，这是唔免钱的。先互伊卖。对，10本。你也卖了，赚15块，这种伊的。伊也要批呢，去摕750块，会当去批10本对。恁这是杂志界的指南宫啊！无啦。有这还有这发财金的敢有拄着讲来，因为负担，我听就知影讲真济状况啦。大部分的状况是啥？其实伫街头要卖物件，我感觉是一个足辛苦的工作。心内的素质有了去分过传单，你就知影来来去去的人对。然后天气有时阵落大雨还是较寒较热有时阵你甲伊徛规工，你会当歇困毋过我感觉伊的体力嘛是一个爱考量的。可以啊。对，因为阮贩售员的平均的年纪其实嘛是有所以大家有时阵无方便是慢性病所以其实有足侪，就伊也要做这个工课其实嘛是足侪困难，伊家己必须要克服。心理素质对。恁安怎加强你来
个笑笑的，个鼓励安全。恁敢有做这种？像吼，阮安尼训练那业务员的时阵哦，叫伊去拜访 DS， 哦，阮就一个 Excel， 去安尼拜访创啥？咱敢有创这种训练营？阮逐个月月底有一个贩售员聚会。哦。聚会我会来介绍讲，后一期的代志的内容是啥货，你也袂想有困难问题，会当互阮反映。其实因为大志杂志伊的内容算编啊袂歹，嘛得过一寡奖，所以因家己嘛会感觉讲，我即摆卖物件是好的物件，读者也去买这，对伊嘛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在他工作上也有荣誉安尼。哦，甚至也叫做龙团会啦，龙团会，英语团结会啦，大家较有信心嘛呢。对。哦，今仔日吼，咱创办人有特别吼来到遮，其实吼，这是咱他讲秀哦记啊吼，这伊的所在。对，伊的。我来找伊，来问看卖，看伊的心声是啥物。好。秀娥姐啊，咱踮遮这个店头偌久啊？我伫遮可能几十年啊。几十年啊吼。我怕有甲你买过呢。有哦。我大奖面啦。嘿嘿，咱是安怎一个机缘来遮开始咧卖这啊？我就是拄着迄台安的迄落，无我本地是伫迄落做敦化。你本来在敦化？哦，在咩敦化站遐啦3号出口。是安怎开始来做这卖这杂志？我都无法度做别人啊，袂行。哦，我听讲你本来是伫家内面咧做工课。对啊，我本地就是伫咧做美容啊。哦，本来在做美容哦。我嘛捌去迄落做监狱服务啊。哦，去家内面服务哦。拜一到拜五，拢去传福音。哦，传福音哦。我咧做好心呢。做好来，安尼做了伤忝你个做咧分去。怎分去？我就是安尼分去10外点钟咧，迄暗。9点才救回来。刷落来是安怎有这个因缘去来开始来卖这？我就是迄阵去新店的教会。迄牧师，迄韩国的牧师，叫台安基金会。来访问我，要他帮助我啦。我那时候拢无趁钱啊，伊就来找我，落尾伊就甲我介绍来卖杂志啊。初初卖，你敢会介绍？我会歹势啊。歹势吼。因为安尼伫众人面头前呢，话拢无好面相看，歹面相，话拢用迄种眼神甲你看，安尼足无好。轻视人的感觉啊。后来你安怎克服？讲我嘛是正正当当的趁钱，不偷不抢啊。对啊，我就是想安尼啊。落尾我想讲，我只要我唔是去偷，唔是去抢，我唔是抢互别人后，还是迄落，安尼我都勇敢起来啊。而且这杂志我感觉真好看。对啊，但是这杂志袂歹看。这杂志吼，即马虽然手机有，但是手机无这个杂志遮。我讲迄纸本的感觉，还是有特定的人想来看这种物件。对，有的是看了袂歹，拢话就买规足济本的。有要指名来给你买哦。话拢会个人客介绍，人客来。大家要注意哦，来遮吼，中孝新生站，咱这是2号、1号出口。找秀娥姐啊，大代志发生啊，来遮看大代志，互你安尼会当好顺时，生活安尼诚赞。是啊，我那是大致的老板嘛是，伊嘛考虑到我无法度来批杂志，我拢用顾寄，伊拢甲我寄。是，拢甲我寄。真。伊吼嘛足好，伊对阮遮卖杂志的嘛足好啦。是。安尼啦，伊安尼甲我寄，我就有通卖啊，若无我就会当退啦，卖无了就会当退
自力更生啊，你感觉袂歹呢，吼。哎呀，我想讲，我唔是去讨，唔是抢啊，啊对无？啊，咱就勇敢啊！啊，咱若无卖这是要食啥？要做啥？是啊，对无？哦。啊嘛唔知，嘛无啥物好，咱有法度做的。像迄你讲去啊，卖迄啦，我敢有法度？无法度啊！嘿啦，迄较复杂啦，啊嘛爱搬嘛爱创安尼吼。迄拢收重啊，啊拢无法度啊。对。对无？哦，感谢呢，小伙子啊。要啦。哦，啊，大家来注意哦，吼。中澳新城站1号出口，找小伙子啊，指名。哦，感谢。感谢。哦，谢谢。咱来到这个大代志发生的所在，这里叫做小木屋发现站，就是来这挂货。这哦，拄好有小李啊，应该小解的啦吼。啊，这嘛不是车哦，这就是小李。小李你好。哎，你好，你好。哦，你来挂货？补货。来补货哦。哎，补一寡车，欠的迄个爱补，我逐期拢有咧卖啦。你的站拢伫倒位？伫个顶溪。啊，伫顶溪哦。哎。顶溪1号出口。啊，1号出口啊，第二记啊吼，小李吼，顶溪1号出口吼。哦。啊，咱做偌久？15年的。15年啊。哎。就开始3个月，大致出来3个月我就开始卖啊。啊，你安怎开始要想讲来卖这？教会介绍的。教会介绍。文友啊，你个华阴街啊。华阴街啊。啊，你本地咧创啥物？本地拢打零工啊，无卖着这摆，拢做2工尔，做夜排啊。夜排啊？自排啊。哦，迄辛苦呢哦。迄辛苦无要紧，较早因即马较轻松啊，即马拢会使放迄电话条啊，较早拢无。爱赢吼。爱人赢，爱花条条，你连压咧啉茶都用了。我来看迄个蔡康，迄个蔡导演的，迄夜排啊，台湾艳阳天上笑安尼哦。没有啦。心情会真歹咧。袂讲真歹会空洞啦，因为无地，无聊嘛，也袂当看手机啊，逐项拢袂使啊。会空洞。嘿，人会空洞，唔知要创啥。哦，啊，安尼意志会消沉去啊。会啊，啊，但是你无出去也无饭人食，较早拢一礼拜咧行2工，拢因为拢假日咧才有咧。开始咱做这了后，你感觉有啥物变化？啊，有啥物无同款？当然无同款，我即马家己会当说出啊。可以有一个自力更生，我可以1个礼拜卖5天啊，我不用1个礼拜。你到有拜六拜日哦。拜6、拜1、拜1到拜5啦。哦，是哦。嘿，啊，咧假日啦，因为假日啦，迄个站，每一个站有无共款的迄个点。你像东门拢爱卖假日啦。哦。啊，我顶去普通时啊有上班的。上班族。啊，搁再搁一寡学生搁上下班的咧行电脑，较有生理。我若假日啦拢专佚佗的，无人要甲我插我啦。所以说我拢卖拜1到拜5。哦，你也卖到变内行啊咧！哎呀，你卖遐久啊，该安怎行，安怎看拢看有啊啦。啊，这刷落来，你这开始卖的时阵，你拢超1个月卖偌济本？那大致来讲是10几年前较好卖。哦，10几年前较好卖。哦，你啊，迄阵是网络也卖出来。毋是，即摆囡仔较无爱看实体的册，你看即摆纸本哦，一寡册胶拢坏了了啊。对无？是毋是安尼？即摆，因为即摆手机啊太方便嘞，学生啊要查些啥物的，手机啊扫者看咧，我那条规本都咧甲你看。哎，影响到你安尼感觉，这度袂错啊。袂啦，是还好，还较欠的，嘛是生活还会得过，比你夜排还袂稳定的较好啊啦。啊，是。搁较歹1个月嘛有影，你看，你超会手卡差不多哦，敢有60哦？有60几啊啦，60几啊？系我62啊。伊都无条文呢，红哥赤刺呢。有运动啊，有运动的吼。有咧劳动啊，有咧劳动有差啦。啊，你感觉若要来卖人吼，这心理建设，还是讲爱安怎家己设定家己来做这项代志，要安怎想啊？人拢无法度啦，爱寻帮助啦。你若有心肝，有一个迄个信仰，有一个迄个要做，较有法度啦。
你家己要靠人，真正你即马人，尤其你若无十几年前活来，即马讲要来卖，无好生存啊。哦，即马要卖就真正无好生存啊，因为好占拢人啊。哦，对无？是毋是安尼？啊，若是啥物顶啊卡，还是啥物上班族较聚集的所在，敢好卖？一般拢是结婚站。咱台北是啥物无？捷运上方便啊。所以讲伊捷运出口济啊。啊，你若像你若讲以南部来讲，当然是火车头啊。对无？迄种所在你有人潮，你就一定有希望。你没有人潮，你总不会去做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那谁来给你买？对不对？一定要有人潮来带啦。所以说你任何一个点，你就要去观察它这个地区里面的哪一个时间哪一个作息会比较多人，你就挑那个点出去卖，这样就比较容易生存了。是，你都俩迄个，最多的尖峰时间比较人多，比较低，也比较有机会可以卖得出去啊。谢谢哦。来，搁讲一下，你是顶溪1号出口，1号出口，顶溪1号出口，小李，哦，顶溪1号出口，小李，会记你哦。哦 ，OK， 谢谢。咱来个这吼小木屋，就是小木屋啦。这其实吼是啥物？咱的领册、挂册的所在。我头看喺顶头写讲，有一寡销售员批数量大，会有既定车需求，再麻烦咱的工托的伙伴来帮忙叫车。恁是工托的还是 in house？in 两个是 in house， 恰两个哦。发现因为对应到差不多将近即摆890个贩售员，对。啊，因为负责的工课去做者，跟贩售员的沟通协调，然后杂志有时就因为阮即马台中、台南、高雄拢有这个回收的所在，所以对。所以应该要有欠杂志，该杂志搁加落去。对啊，固定就会2、3个月，该落南部，甲因开会，甲南部的贩售员，一个城市大约拢是5、6个吧。对，差不多。拢5、6个。哦，这有影大代志呢。哦，对。家己。苏怡吼，恁两个是安怎？来遮食头路。卡本顶头。你安怎落入来？就是大学的时候，就是大志的读者，所以就来这边实习，然后后来就继续在这里。看了有介意？对，就是很喜欢这样。你对你薪水来讲，你嘛感觉会满足？会使啦，吼。我听不懂。他听不懂，你是听无啦？我想说啊，原来不满意吗？所以再继续说一次。你的薪水不满意？满意啊，满意。OK 啦，头家伫遮啦。我连专工拢无，卡本顶头无啦。你安怎来遮食头路？嘛是同款啦。大学生的时阵。但是我是没有实习。我读书的时候就喜欢看杂志都会去跟贩售员买就是刚好看到有在找人，那就过来。恁两个拢是大代志的这读者。你感觉这代志对你来讲，看了上感动，还是讲上有意思的是什么物件？还是讲你看到什么多一篇，你感觉就有感觉？一开始会被封面的图案吸引，然后就会看了几次之后，就觉得里面的内容还蛮有趣，就是有些展览或者是艺文活动。恁这种文青呢？你咧？你嘛文青哦？差不多啦。差不多啦。但是它后面都会有那个贩售员的故事，
会有特别讲他们的人生故事啊，就那是比较有趣的地方。贩售员群像一般，像我讲的迄个街报啊，其实大部分都有这部分，就会介绍一个贩售员伊的生平啊，伊的工作状况跟人生的一些历练啊。其实那一篇一般读者蛮多反应，都是加一篇。啊，对你来讲吼，恁本队拢文青队啦吼。啊，其实我咧看吼，恁咧做的工作其实是东西里这边很琐碎啦。吼，打电话啦，有诶来，甲你安尼，我当时感觉真压榨安尼，很烦，很厌世安尼，有没有？有时候会可能会有点情绪啊，比如讲什么代志？可能有时候物流的关系，书还没到，但是可能贩售员很需要，对，就会比较急一点。对。维护期啦。对。这台语叫维护期。你订咧烧啊，物件还未来啊咧。啊嘛有，我看这真侪报道记载讲，也有迄个迄个咧卖面，迄贩售员哦，来到这变做敢恁老爸老母安尼。哎呦，咧3比8，敢若起头咧，安怎？大家变做好朋友，敢是安尼？啊，你会当甲咱讲，你印象上深刻的这贩售员吼，因为恁拢每个月有这个同窗会嘛，贩售员同窗会，恁拢甲因讲啥物啊？其实平常都是聊他们日常生活，就可能他们最近可能遇到什么很好玩的事情，也会跟我们聊，或者是有时候贩售员之间也是好朋友，对，然后就会过去跟他们聊聊天啊，关心一下最近卖的好不好啊，或者是有没有就是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或是休息的时候在干嘛，对，就是很像跟就是比较亲近的长辈聊天的那种感觉。有安尼，像迄个业务员哦，加油加油加油！你唔免真厉害才开始，你就一开始就真厉害安尼，敢需要安尼？有时候他们会可能生意比较不好的时候会消沉一点，也是要鼓励他们一下。我听讲也有讲，这期的安尼真拍手，卖啊真好，讲要来，结果恁卖付期无啊，无就是印刷的成本上无法度，对，是不是安尼？有时候会。这出来无法度应付因的要求，你拢安怎甲讲？有诶感觉？较歹卖时阵，伊就甲讲后期应该会较好。真正卖付嘛是无法度啊，对啊，就是卖得很好绝版的绝版，然后嘛无法度，因为你绝版那个再印其实销量那个成本又太高，有时候再印也不一定卖得完。就变成真歹赚哦。所以恁这也有大小会啊？主要看封面啊，封面有时候影响真正是很多。有时候就抓不住。对，有时候觉得这应该会卖得不错，但是实际上不一定。有时候没有预期，对，结果突然卖很好。譬如讲什么封面哇，突然间卖啊真好。突然间对，福利脸。福利脸是我觉得会好，但是没想到会那么好。对，福利脸，葬送的福利脸，你讲动画，我知。对。咦，这卖啊真好。对，卖啊真好。是有影歹掠呢。对。无我用我的面来卖，应该是真找落去。应该是真，我是唔当安尼饲啦。其实我真早就知影这号人物，我就想讲这所会当活到当时。结果15年还阁活较好好安尼吼，所以今仔好好来甲请教一下，看种纸本这杂志，另外阁结合这种事业的这个模式，安怎阁生存阁行落去，所以要好好甲你请教。没问题。好，感谢两位。好，谢谢。但是拄着一方面是感觉有意义一方面嘛家己有兴趣市场虽然无啥偌好，不过嘛总是拄着家己去看卖对所以你就感觉讲刚刚有希望对，一直撑下去，
可能就会当顺平啊，所以大概花了1年半的时间。因为阮每一档有国际街报年会，我较知影讲上晚呢其实是做不简单的，对啊，因为大部分的街报拢是了钱一般。哦，这就是大代志，这就大代志。创刊号。创刊号吼，这创刊号吼，2010到今就是15档啦吼，有影无简单的。其实你即摆来看吼，这11个编法吼，还佫未过时哦。吼，我家己嘛是安尼感觉。对不，毋是挑工甲你学咯，就是讲真正色彩也好啊，这寸绣啦，啊编排啦，啊留白。对。你像咱留白，这真就真，毋是留白哦，留白。留白。这上厉害。这个调校哦，要互你来讲吼，因为我其实是真好奇，讲安尼敢有通啊维持你整个团队的运作啊，一定了钱的嘛。大志杂志啊，大志一开始的确是了钱啊，差不多了1年半，啊，毋过1年半了后，迄时阵其实运作真正较困难，爱借钱啊、周转之类的。啊，毋过是啊，给咱继续做咧，是因为我对唱腔吼，这本一开始差不多卖2、3千本，啊，即马后1个月，即马差不多每加差不多加1000本，哦，所以你就感觉讲哦，敢有希望对，一直撑下去，可能就会当顺平啊，所以大概花了1年半的时间，年半，对，啊，后来我才知影，因为阮每一档有国际街报年会，我才知影讲上晚呢其实是做不简单的，对啊，因为大部分的街报拢是了钱一般，啊有时阵的补助啊、捐款之类的，是啊上晚呢真正是靠这个会当维持的真罕，对，真罕。啊年半了后，你就感觉讲啊balance啊，咱就开始来做别行，开始。无遐尔紧啊，嘛是还有稳定，差不多3、4档了后啦。对，咱迄时阵想讲，因为我家己本身因为编大志杂志的关系啊，开始对媒体，较有较了解对，对伊设计啊，伊取材啊，然后也嘛是感觉讲，即马国内的媒体感觉好像有一些空间也当去发挥，因为取材方向啊，然后他们使用的素材内容啊，对啊，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在想，开始瞄啊，这就是这啦。然后来出来周刊编辑啊，周刊编辑的 Culture and Life。哦，这其实呢，这是2022啊，吼，这是2022开始做。当时开始做的，我家己不只要久咯。因为周刊编辑应该是做6、7档啊。对，我讲不只要久。对。啊，即摆停刊啊？停刊，大今年猪年的时阵停刊了，因为老实讲，疫情来啊。一方面啦，阮家支持这个大志；一方面家是周刊编辑。虽然我是用靠代编的业务来支撑啊。哦，代编那些来讲。对，毋过其实要顾2间，其实足困难的。所以一定爱牺牲掉一间，所以这期就先收刊了。这足水的呢，吼。对。啊，这说来，你较好讲到代编。代编是什么意思？就是一般不管是公关机关还是一般的公司啊，伊也有要编杂志啊、刊物、书籍的需求啊，伊会找外口的人来帮因编辑。因为阮的编辑像周刊编辑啊、大致拢得这个国内外的奖项。对。你甲咱讲吼，你这嘛是替人代编的吼。对。这叫本地，伊是算地方的采集，地方一些文化产业安尼采集吼。对。这2个拢有得奖哦。拢有得奖，这是用得，这有得金鼎奖，这有得国内设计那个经典设计的年度最佳设计，这个也有得年度最佳设计，然后这个也有得日本有一个叫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好设计，这是 Best 100。这嘛是 Best 100，而且我们是连续2年。一粒红球的。对，迄组。
啊，这嘛是这样改编的吼。对，这帮梦田文创的小儿子 IP 他们代编的。你看这样册哦，你咧看无吼，冰冰哦，感觉心情真舒爽。啊，这嘛是台编的。对，这是安妮新闻。啊，这业主是啥？这是省教育部美感办公室教育部。哦，是。即摆有一寡美感的教师，因会去安妮新闻去教学内底，然后用这个来带就教学，对，和学童就是感受美、体验美这件事情。有影嘞，是还培养才有呢，这不是天生自然的哦。对，哦，这就真正是。这真正做歹编的，因为要互学童看的啊。其实我编过的物件，这上困难。这上困难。有时阵我家己看，我感觉讲，当初是安怎编出来的，自己都觉得太服自己。对。然后中间都有一个跨页游戏。规张的。对。像这是地景，对地景声音，你也要听台湾对一个所在的声音，你用 QR code 扫一下，它就有那个声音会播放出来。然后我们就做成一个游戏哦，小朋友去扫，然后又看讲，这个声音是对一个所在，对。哦，所以这后动态，后结合即摆的这个现主时的这个调对。哦。这叫安妮，这是电花，电花是客家的祭报，客家的，对，这有得金鼎奖，这是第一道客家的刊物有得金鼎奖，这我家己嘛是感觉无简单。哦，恭喜介绍，这个算是客传会，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对，也祭报，对。啊，在大家两方面的合作之下，编起来。对。你这安尼看起来无几张吼，我甲你借问一下，你这差不多几张？6张来自素材、粗材、想，甲完成印出来才有偌久。几个人来去做？因为这是算季刊呐，所以也筹备时间会当较长，对，差不多。但是记者嘛是拢爱1、2个月以上啊，就你先爱知影讲对个，因为阮这是专门报道合家70个客家庄内底人事物啊，所以你要先知道，有上面题材让介绍，然后主编可爱去就是邀访，然后安排时间，咱的主编对，摄影采访全部都要去，对。哇，这就敢若一份杂志啊啦！对啊，这真正是一份杂志的规格去做，对。哇，这要求哦，这敢会赚？也是会赚啊，但是就是薄利啦哈。对啊，就是还是希望顾到品质的情况之下，把这个东西做。因为咱看这特色，你就知影，这绝对不是一般的报纸会当特色印出来啦。对，这是用商业轮转机去印的，不是用印报机去印的，对。所以伊这做搞工的啊，因为你即摆看起来是安一绕嘛，3张啊，其实伊出来是安尼1张，所以我是惊有一个叫慈惠庇护工厂合作，他们有庇护的人员帮我们把它叠在一起的，对。它也算是另外一个工作机会啊，嘛是一个社会企业的概念啦吼。对。总编辑吼，头家啊。伊还佫开始佫兼其他的物件，兼王啦。代志拄着啊，一方面是感觉有意义啊，一方面嘛家己有兴趣啊。市场虽然无啥偌好，毋过嘛，就总是拄着家己试看卖啊，对啊。嘛爱有信心，爱心理素质爱强啊。迄若我出门2、3个，都看这同事安尼，我看这大志杂志。心理素质该足强啊！有去用超过就对啊啦，有去用超过就对啊啦。对，伊哦，还佫有编其他的这外文的，这代理哦。迄代理，迄叫算代理的哦。而且即摆佫有新的计划，这是什么新的计划？咱继续来看落。
我他讲吼，初中是这个剑王嘛，真正剑到到剑的啦。这伊这咱头下去的迄3楼，啊这2楼，对，吼，这以前迄光华市场诶斜对面遮啦，吼，啊这吼，这2字吼，叫 Stay hungry and stay foolish， 而且哪枵哪戆啦，啊这个人就是哪枵哪戆啦，吼，啊这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这本册吼，全球行路啊，吼，全球行路，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吼。应该讲起吼，这故事真长啦吼，但是就是1968开始吼，甲全世界的这个杂志吼，伊安怎从人伊个封面上安怎做一下改选，所有的编辑人，不管是做美编还是文字编辑的，拢会来遮取经啦。对，1968年迄时这些也算就走在前面。阿邦告。对，以前杂志没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在编啊，因为它等于是把各个不一样分类属性都弄这，所以史蒂教有讲，这本是迄个时代的 Google 啊，所以你要找啥物物件，拢会当来遮看，对。我甲你讲，你要找啥物杂志吼，来遮。嘛是来遮找。所以伊这头一个代志，大代志的这个头一集就是写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对，哪枵哪戆啦，出这本。来遮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的杂志。拢伫遮吼，你是安怎开始来进口这种杂志啊？我做代志大部分都是机缘巧合啦。所以拄了这个代志，那感觉讲家己那时候会当做这一款物件，然后这个代志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代志。所以伫去年的时阵啊，原本台湾的进口外文杂志，就台湾的欧美外文杂志，大概8成9成以上，其实都是由那一家公司建立，叫马蒂亚。Multi Art， 马蒂亚对，2个老板呢，其实伊在疫情前就已经想退休了。迄时阵叫我开讲过，不过迄时阵我家己嘛是无因其他的代志，所以这个代志先。是说你接班就对了。去年的时阵，去年大概7月的时阵，伊个决定讲伊去年个真正要退休啊，问我讲敢有意愿啊接起来，因为你想看卖台湾。9成以上的欧美外文杂志都是这间公司入来，我觉得要把这个通路把它建立起来是足无简单的代志，一个去记者呢。对，所以你也看起来以后也要去看这个杂志，变成伊的困难度足悬的。所以我想讲，虽然我家己嘛是无啥物资源，不过我家己嘛是总爱这些外文杂志的，只好讲好，我来努力看看，在目前这个时代。像这外文杂志是要安怎去行销，要安怎去介绍给大家知影，大家看来买。因为我感觉这其实杂志，即马大家拢编啊做精美，主要是很多读者唔知啊，所以唔知要找啦，唔知要找这物件。对。这真正是敢若团队咧呢。这吼我来讲，这 ABC 啦吼，这杂志真好找啦。对。真好找啦。这个在外文杂志里面，在magazine系列啊，我们叫magazine系列，其实目前是算卖了最好的。对啊，因为这是韩国人出的，不过以行销的方式是走全世界，所以它有韩文或是韩跟英文一起共同的版本。它每一期呢，个介绍一个品牌，所以是magazine B。现在有出新的物件是magazine C。每一本就是介绍一款。意志，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觉得他们在介绍东西有一块热情啊，不管是对品牌啊，或者对这种物件有热情，所以他都可以把它编得很好。这一样哦，这我想买，这吼是睇那个买起来。还有咱继续来看。加其实的杂志真正做侪，这个是摄影书，我们也会进一些摄影书的杂志，对。这是之前阮有合作的插画家叫 Noritake， Noritake， 对。这真有名 Noritake 吼。这伊也真正是伊家己画呢。对，因为一届有来台湾展览。我想讲你安尼。我今日做好啊，因为大志杂志有几啊期的封面拢是英文的，对。还有一本我家己嘛做介意 The Plan， 对。这你只是看你的摄影作品，对它虽然是那个植物的，但是它其实就是包括
文化生活各种面向，还有你的文字跟里面的图片的处理啊，我感觉都厉害。对，这吼，你唔通当做是敢若洗头店的杂志哦，咱叫做洗头杂志啊，你咧编，我来讲，这其实吼是真用了真用心，对。这透色透版拢真赞。对，有在编杂志应该会知道，他们这种印刷品质跟素材其实东西走蛮前面的。有啊。对。哦。然后像这个，其实在台湾也卖不错，这是哈佛的设计杂志。对。这设计人拢有咧看的啦。对。哦，这设计人拢有咧看的啦。啊，而且拢唔是网络顶头条个卖抓本的。咱即摆这个所在，即摆这个试营运。对，现在算试营运。当时的正式来开通。当时的正式，因为我今麦有一挂展示架还在制作，然后另外是第一档展览啊，因为我是希望以后有常态性的展览。才有活动啦。对。你相关的资讯有网站还是迄个名册有当好人？有啊，我们有Instagram、IG 上面有，也有脸书。IG 哈。对，然后也有官方网站。用什么关键水星。我们叫水星，对，水星啊，水星啦，水星啦哈，对，水星啦哈，对，只要在上面就可以找得到。这不是广告哦，这是大家会当来学习互相观摩，这就是上好的所在。不过呢，这几种无经营模式，甲乃至到讲你也是当哪腰哪戆，这人生是安怎一回事？咱来继续来听吼。这初中的哪妖哪戆的故事，咱他讲吼，你这哪妖啊，哪戆啊，你是当时开始妖戆，退伍了后，退伍了后嘛，其实尽快来讲，我第一份工作应该是算职业军人啊，职业，因为我有签了。你签了？我签3年半，因为迄时阵物理系毕业出来。一方面嘛，唔知影家己要创啥货，然后我迄时阵做兵嘛是爱做2档，我想讲他加1年半尔，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职业啦，对，有比较多的自己的时间这样子，所以在1997年之后退伍，然后就上台北。迄阵是已经有头路的目标了吗？无，迄时阵嘛是唔知要做啥货，不过我有修一个。青辅会课程，退辅啊，应该是青辅会的课程，对，有一个电脑应用软体的课程，2-3个月，内底有介绍那种影像处理啊 ，Photoshop 啊，或是像 Office 一些文书作业软体，老实讲，我一寡对这种数位时代网络的一些运用啊，其实东西迄时阵对遐开始。所以你完全是无基础的经营者啊。以大学的时阵，物理系还是有学一些像 Basic 那种基本的程式，但是像这种直接应用软体的操作，其实应该做那个。你大学你讲你读什么本科？物理，东海物理，对，物理系，对，物理系。物理系就甲这些设计是360度拢无共款啊。拢是兴趣啊，拢是兴趣。但是迄阵是大学时，你就开始有这个梦这，你是文青队，你嘛不是哦？没有嘞，嘛不是。其实有啊，对细汉开始阅读啊，然后是看漫画是家己的兴趣啊，所以看了很多一些漫画啊，一些小说之类的。所以我会使讲，你在退伍了后，你去有这个绘图啦，这电脑啊什么。迄是不小心，还是讲有意讲，我这有小块兴趣。迄时阵应该是影像处理跟多媒体软体是有兴趣，所以那时候学了之后，在结业老师有要求说，你要做几个作品，对。我就用王家卫电影剧照，然后做一个类似 CD title 这样子，就是里面那时候流行大家做那个 icon 嘛，按钮。对，你切了会补会点了啊！刚开始学影像都会这样，然后他会切换到另外一部电影的介绍呢，然后呢，开始就想讲要结业啊嘛，又要开始要找工作，然后就上网，然后就打开浏览器第一个页面啦，网页内底有工作，就说他要找人，我就直接打电话去。迄什么头路？我打电话去讲，你叫我去应征什么？
那时阵应该是类似网页的管理之类的。好。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现在有做一些东西，应该说是有点更新呐，就是做一些网站的内容的更新，对。其实伊时阵嘛讲无啥清楚，我讲我当时当面试给我的作品去，所以就 stay foolish。那时阵更唔知道这个代志。那时候我分到奇摩新闻大刚去就是看新闻，国内外新闻。你如果有兴趣，你就把它拿来，然后建立超连结在奇摩新闻网。这先拜呢？没有啦，这网络新闻的先拜呢？就误打误撞啊，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后来就很长时间，其实就一直待在网络界，因为网络界嘛是发展很快啊，各种服务啊，商业模式一直出来。然后是一直到2009年，无意间之下，然后开始转向。对，无意间，应该讲。我看你是 stay foolish。迄时阵，因为我有做一个网络服务，叫做乐多新闻创。乐多新闻创迄阵找差不多100外的外稿作者是。然后一半拢是做国外，然后每个月就寄一个稿子来阮家。因为安尼啦，我们那一年有拿到网络金手指的年度大奖。是。然后有朋友问我讲，你现在竟然有这么多内容，有这么多作者，但有科鲁变成一本杂志，是不是？这时候才接到，要不要做杂志这个代志？2009年，不过这杂志，这杂志我本身因为我有去看嘛，所以当然是感觉有兴趣。不过感觉讲进前做网络，这个感觉足困难，起码搁要做类比的，感觉好像是一方面是往回走，一方面是对，然后市场好像也不太好。我讲有时候都是机缘就同一个时间点，然后知道接报组织，就是有一个杂志叫2535，对，那是统一集团出的，所以那时候你去 7-11的柜台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本杂志，对。内底有一个专栏，伊拄啊写到日本的大志杂志，然后我看讲，杂志有这款风格的一卖，而且它是一个社会企业。然后迄时我个有一把兴趣，然后进一步去查，发现讲日本的大志是来自英国的代志。英国的 The Big Issue 其实是1991年就开始，我是2009年才知啊，慢了差不多18天、19天。其实那时候英国已经有上千家的，也许叫社会企业。不过台湾有人找网络，没什么，对，你没有找到这种社会企业，所以迄阵就感觉讲这个代志感觉好像这个组织、这个企业形态是蛮重要的。可是台湾好像就跟文化创意或是网络发展，东西比国外大概晚个1-20年。所以你有跟英国那边来联系，对，来做这。对，迄时阵讲好，无来试看卖，讲我会当一方面我会当做杂志，我对这个杂志有兴趣；一方面我会当用社会企业的方式来运作。那时候就开始研究，起码就写有点像是写简报这样子，然后就要跟英国那边去取得授权这样子。对。但是伊收款，伊并无甲你收这个权利金嘛。因为我后来较知影是伊遮尔好，讲互你用因为你做捷报，大部分都是了钱的，佮加一个戆人来就好就好的对，因为基本上他是鼓励大家都来做这个，因为你多做，虽然不管运作好不好，但至少都给一寡工作机会给一些无家者跟弱势，对，所以伊是本身是足鼓励，足希望你也做起来。所以你就对 stay foolish 变成 stay hungry。就在2010年就创刊了大志，对，摇头15但是对我来讲我上大的好奇就是讲，我相信你过去就无这个相当的这个社会企业的经验，你一定有第一，这债务的问题，骗不，
哦，偏不你可能有可能经验，但是你嘛要找同事啊。你做开始无可能你一个人用啊。对，啊，你嘛要想成本，这算作是一种创业呢。对啊，拢是创业。就真正有戆哦。其实创业是对网络时期就开始创业吧。啊，不过网络时期做的拢是网站啊，然后这些开始入来做媒体、做杂志，对啊，方向有点跟人家不一样。进前大家拢是做类比啊，做平面出版，看网络去做，啊，我是从网络再做回来。你这倒退路呢？啊，我感觉虽然看起来是倒退路啊，啊，不过你有网络的经验了，我感觉对你做杂志是有帮助的。你安怎讲？因为你对社群，因为那时候在接触网络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世代，所以我会对年轻世代他们对内容，对他们的价值体系会更清楚。啊，另外呢，因为透过那个，因为我那时候东西做网站，啊，网站的界面啊、使用流程都是我在做。所以那个跟整个的设计界面其实是有关系的 ，UI、UX 对，所以做杂志那时候我就大概知道说原来要怎么样这本杂志出来，没关系，就是照本宣科啊，应该说就一步一步来。对美感的这个经验，其实在放伫手内呢，就甲你家己介意的，杀出来。啊，这嘛是时代的呼声，啊嘛是你个人的呼声。我唔知安尼讲对唔对？对，你讲安尼其实是足正常，因为有人会问讲，你做杂志，你较知影读者喜欢什么？我讲我是无法度决定读者喜欢什么，我唯一当决定的是我家己介意啥货。我看这物件、这内容、这相片，我家己我会受到感，我有感之后，我才可以猜测说，我觉得。读者应该也会有感，对。啊，这嘛是咱台湾的特色，因为咱台湾讲起来是受商业的环境影响比较其他的大市场无遐大，啊，佮有这个独立册店、独立书册，以这个空间伫较有冲啦 ，stay hungry， 所以嘛是一个启示哦。今日真欢喜世界万人台拢伫咱台湾新南界，有当拍开一扇窗，拍开一个门，互你看讲，台湾还佫有这个无共款的世界，所以呢，这嘛是一种大代志。感谢，多谢，感谢。